摸到胸部哪个位置啊？不是摸呀，胸部疏哎，通，按摩到哪个位置了？像疏通，我问你嘞。就是这一圈呀。他当时里面穿的内衣没有？没有圈。别紧张，慢慢讲。他的内裤里面按了没有？没有。推臀部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裤子要不要脱了，他来大姨妈了，然后就翻过来了嘛。是紧身的裤子的。一短牛仔裤，绿色的。那你怎么跟他说的呢？推背的时候就已经裤子就已经拉。谁给他拉下去的呢？是我呀，肯定是我呀。我没碰到他，而且他的裤子始终都是穿着的。后面呢？推完肚子就推腿呀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当时这个女孩子在你那里做项目的时候几个员工啊？没有盐。没有啊。对。只有你一个。对。你老板兼员工是吧？对。